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运动对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。今日呢，梦欣老师会带大家来跳尊巴有氧的运动。在运动之前呢，人家就会先来暖身运动。第一张暖身动作是颈椎伸展，人家就会手不用在头那档，轻轻的往旁边拉紧，稍微停留3秒钟。3、2、1，慢片下，同样。3、2、1，非常好，要保持呼吸。第一张暖身动作是肩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片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一张暖身运动，手伸出来，用到头脑后面，准备往旁边，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往另一边上，准备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暖身运动是转腰，准备哦，人家就会手不用到前面，准备转到后背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，往另一边上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把膝盖抬起来，站起好来哦，准备3秒钟，3、2、1，用下来，往另一边上，停好来，3、2、1，用下来。注意哦，如果站不稳的话，你的手就不用那压片。停留3秒钟，半片下，咪係停留3秒鐘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人家就會配音哦，來動態暖身，聽聽夢欣老師強下來運動哦。踏步，準備哦，往前走，1、2、3、4，後退，1、2、3、4。再100哦，1、2、3、4，抬膝，非常好哦，加上手，多100，还有100，轻轻跳起来。非常好，站好一边，保持呼吸哦。往旁边踏冰，加上手，准备啊，手往上推，保持呼吸，往旁边画圆，非常好。长了一兜哦，往前踩，轻轻跳起来，往旁边，非常好，保持呼吸，非常好，大家表現得當好。暖身動作做完之後，接下來人家就會聽聽夢欣老師來尊巴有氧咯。接下來，人家就會繼續來學舞蹈動作，人家就還記得上一擺的動作冇？一下人家就來複習一下，準備哦，還記得腳要踏出來，將彎轉去，踏出來，將手轉來，
踏出來，數轉來，踏出來，數轉來，加上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還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一隻動作咧，你嘅思維要稍微轉一下，站落一邊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各位同學還記得冇？接下來我哋就要轉身，3、2、3、4，半片下，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我哋就將呼吸一遍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我加快速度咯，準備我們呼吸輕後一遍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大家表現得當好。接下來今晡日我哋會新的課程係，我繼續老一隻烏頭動作教下去，準備哦。看老師的腳，1的時候往前踩，2的時候點旁邊，3的時候換腳往前踩，點旁邊。只有一隻動作，聽聽，站一擺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繼續行，5、6、7、8，安尼非常嘅簡單哦。站落一擺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一下我哋就要加上數，準備咯，1、2，數擺的呀，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時候咧，數往上，5、6、7、8，不用下來，再落一擺，準備哦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不用下來，再落一擺，非常簡單哦。看老師肩膀要轉開來，看清楚哦。1、2的時候，肩膀往前轉，數不用理呀。另外一邊，3、4，同樣肩膀要轉到前面，5、6、7、8的時候手往上，5、6、7、8，不用下來，再來一邊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下來往後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簡單。再來一遍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遍哦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2、3、4的时候后退4步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跳一下，7、8，又从头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好背嘛？张了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张了一摆，准备会加快速度咯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还記得前面的動作嗎？注意看哦，跟起來了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開始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往後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做得冇？張了一擺哦，記不記得新的動作就好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我哋要繼續來配音樂來練習一下。準備5、6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一次。非常好，張了一半，準備，預備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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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、6、7、8。張了一半哦，準備。預備哦，5、6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高一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有好背嘛？也是今日新的課程，希望大家多練習，舞步掌握熟練哦。今日俺家就送到呀，按姿勢，什麼大家？